树头徛好栽，就唔惊树尾做风台。若过去咧修剪树仔时，清才发现讲规丛树仔拢红错掉，唔若破坏景观，冇可能会造成树仔死去。中华关伫2年前，因就开始举办景观树木修剪技术的认证，爱去考证照，希望透过专业的训练，避免搁再发生修剪树仔修剪过头的情形。 日头赤炎炎，袂少人拢会秘伫树仔骹热日，但是过去常在发生修剪树仔、刷规丛树仔，互人错掉的情形。中华关2022年开始举办景观树木修剪技术认证考照，希望透过专业人员的解说，正确来修剪树仔。那有学到讲，剪树仔的撇步吼，过来就是伊剪树仔的时阵，伊的伤口要平整，袂使有一寡撕裂伤，这是未上课进就唔知影。错误的修剪的时阵吼，缺口若留伤长，伊无法度甲伊愈合的情形下，腐朽菌有只入侵，腐朽菌若入侵愈侪，迄丛树仔就是愈容易有长期的危险。 中华景观工会表示，伫台湾种一丛树仔，若要大家会当热日，平均爱5年到10年的时间。若是贪一时的方便，长头式错树仔实在真拍算。针对要安怎修剪树木，中华县政府也有相关的规范。为了要有效的预防。 业者或者是民间的不当的修剪树木，所以订定了相关的树木修剪的作业规范。依照彰化县树木保育自治条例，如果违反规定的话，可处5000以上5万以下的罚款。 面对即阵的地球暖化，天气愈来愈热，落实树仔保育责任减碳，正做重要课题。中华县政府表示，除了辅导业者上课考证照以外，未来也安排公所请给对人员的教育训练，建立正确的修剪树木观念，守护城市的绿色景观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